后来继续要来讲警察，本时就要处理到一寡离离扣扣的报案，实在无奈。台南市警察局就接到民众卡来讲，公园的溜溜梯有高接车倒去，赶紧来处理。结果一到地，看到一堆的粪扫。类似这款的通报，常常甲基层的环境是母甲添歪歪。可能嘛，因为这个工课伤过辛苦咯。屏东县理工分局49岁姓瓜的员警，伫执勤的时阵心惊塌，即摆也伫家护病房。49岁姓郭员警伫当地的过程中，雄雄倒伫涂骹，同时光因叫救护车送去病院。当时，伊伫屏东的李港塔楼村执行介护病患强制送医的勤务，送到病院以后，诊断是心梗瘫，目前伫家病房。进前2天，伊上班嘛真正常，无感觉人无爽快，同事甲伊感情拢真好，看到伊安尼真唔甘。紧急施做心导管手术。肾乃在急诊心脏科加护病房治疗当中。为了社会治安，员警勤务较济，时常都要处理一寡有诶无诶报案电话，这是无奈。在那个公园里面有打翻那个饮料在溜滑梯上面。一个接到电话，员警赶到现场，刚看到粪扫尔，无看到人，只好联络里长去摒扫。像在公园的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啊，或者说半夜心情不好会打电话来聊天的，或者说家里的水管漏水的。若是交通也是治安的问题，民众会使卡1999去反映，若无浪费这个精力，若对着真正的紧急状况恐惊，嘛会影响到民众的权益。